现在10点，弟兄姐妹平安，请以安静的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欣颂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请听上帝的话语。我要把甘心献祭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亲爱的上帝，恳求你成为我们的主，完全掌管我的生命。在这预备祷告中，以感谢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以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方便的弟兄姐妹可以请立一起。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一同在这里敬拜他。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让这些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园，起舞跳舞扬声欢呼，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
们心中虽然有重担，但我们现在要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来专心仰望我们的耶稣。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虽然疫情还在持续中，但我们要对我们的耶稣有信心，我们要相信他会让未来更加的美好。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来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感谢耶稣。谢谢神，在我们难过、心里受伤的时候，用温柔的双手安慰我们的心。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穿探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思想他。他是一个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有温柔双手安慰我们受伤灵魂的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宣告，请我信上帝上帝全能全能的父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由我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52章1到9节，旧约583页。那待会由诗会诵读起文，会众弟兄姐妹诵读黄色字体的应文。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上帝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上帝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至于我，就像上帝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上帝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以及疫情来做祷告，也为着台湾能够在疫情稳定平安做祷告，使众人有能力保护自己，也去帮助他人，在肢体、心理、家庭上都能够得着平安。感谢你为荣光堂增添恩典，多了牧养方式，让我们能宣扬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而行。阿们。接下来是主导文的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接下来经课由诗会这边攻读，那内容是阿摩司书第8章1到12节，及哥罗西书1章15到28节。阿摩司书第8章1到12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所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地必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上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将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荒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接下来是哥罗西书1章15到18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上帝之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见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上帝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到的、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而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接下来是读经部分，今天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新约的79页。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正道，以下时间交给牧师为我们正道，传导神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千万别瞎忙。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做礼拜。我们已经睽违了很久哈，终于听到台上有人在带领唱诗、带领敬拜，真是相当美好的事。这让我想起了有一首诗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唱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来在一起赞美主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一起来赞美主，这个是非常漂亮的，而且美好的敬拜。也许我们一个人可以敬拜，但是能够跟众人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那更加的美好。这首歌是这样唱的：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意，
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可以同我们一起唱啊，来，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再次来，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赞美主会让我们心里高兴雀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赞美主。我们最后再唱一次好吗？让我们同心合意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一起来唱，预备来，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最后一次来，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又在一起来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敬拜是何等美好的！在诗篇22篇里面提到说，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觉得心情忧郁、烦闷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诗歌来敬拜、来赞美，就可以把一切的重担跟忧虑来除去，让平安能够临到我们当中。因为上帝的临在，就有喜乐、有平安。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但是也许我们当中当妈妈的人比较有感可能会有这样的共鸣。有一个小朋友他在跟他的这个同学，在跟他的朋友在对话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同学这样说，他说：“我老妈这个每次打我的时候，她都会告诉我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然后他的同学就问他说：“那你妈妈为什么要打你呢？”结果这个小朋友他就说：“哦，因为我妈说她想要享受心痛的感觉，心痛的感觉。”知道吗？有时候虽然心痛，但是打起来很爽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每一个人看一件事情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妈妈也许打在孩子身上，其实心里面是很痛的，但是她期待着孩子能够成长，能够改变，生命能够调整。所以有时候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上帝刻意将苦难放在我们当中。有时候上帝把苦难放在我们当中，是要让我们学习在这些事情上面有成长。没有人喜欢被鞭打，没有人喜欢被这个管教，但是管教是出于爱，是出于父母亲的爱。也许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等到自己成为父母亲的时候，应该就会有所感。台语有句话讲叫做“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时”，
当你抱着孩子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理解原来当父母亲的那个感受是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体贴、跟体谅、跟体会我们的父母亲的感受。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依靠他不羞愧，依靠他的话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件事情可能每一个角度、观感、看法是会不一样的。各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常讲的一个词叫做公平，或者是叫做公义，因为我们说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对公平跟公义也许有一些看法是不一样的。最近我看到这一张图，让我有一些感受哈。各位知道什么叫做平等公平？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有3个木箱子，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木箱子，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公平、平等、公平。好，但是什么叫做公义或是正义？高的人不必需要那个箱子，但是矮的人需要，而且矮还有分不同的程度的矮。所以如果这个人他不高，但是他只需要一个木箱，他就可以看到棒球比赛的话，一个木箱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但是那个很矮的那个小朋友，他需要2个木箱，他才可以上得去看到那个比赛场。所以他有2个木箱，这个才叫做公义或是叫正义。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供应他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叫做公义。但是公平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箱子，这个是公平啊。所以公平跟公义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也许我们很公平，但是不一定很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你根据他的需要，特别为了他的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个叫做公义。但是另外的眼光是什么？这个下面有一个人他说什么？这是犯法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没有票，就要去偷看人家的这个棒球比赛。所以每一个人看一件事情，他的眼光跟看法会不一样。我们可能也许会注意到，这个叫做公平，这个叫做公义。但是有很多人看的是，这个不行，你看这个是错的，这个叫做犯法的，不可以没有票就去看这个比赛。所以每个人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许眼光、角度、看法不一样。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去当酸民，不是去当那个批评人家的人，能够了解公平跟公义对人的需要是何等的重要。或许他们并不是真的犯法，也许他们是在远远的那个围墙外面。但是有很多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批评人，你看他们是犯法的，他们这样做是错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叫做正义魔人，听过这个词吗？正义魔人就是比如说在公车上面的时候，为什么你年轻人不让座？应该要让给老人家坐。可是事实上是不是他真的需要，或是他真的需要去坐在那个位置上？可能不一定。年轻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不见得他是错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一个标准去看人，不是用正常的眼光，或是用正义或是公义的眼光去看人，或甚至是用公平的眼光去看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眼光里面，用上帝的公平跟公义，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公平跟公义。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今天的经文跟服事，然后跟忙碌也很有关系。所以我想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并不陌生，因为都知道这2个姐妹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去看到的东西。各位，我们要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开始的时候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要去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经过一个村庄。这个村庄这里提到说有一个女人叫做马大，这个马大她是常常接待耶稣的。各位如果常常看圣经里面的话，每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经常会路过这个地方，会路过这个家，会在这个家里休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叫做马大，她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个妹妹叫做玛利亚。
但是他有一个弟弟，恐怕大家不是很认识，这个弟弟叫做拉撒路。各位知道那个拉撒路是谁知道吗？拉撒路，耶稣曾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家庭他们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好。耶稣只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路上为他预备好，要安排去这个路上的时候，让耶稣可以在这个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中途可以休息。但是各位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有预备过在家里面接待客人的经验的话，应该要知道，其实接待客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这个就是要往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这里叫伯大尼。伯大尼就是这个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住的地方。所以当耶稣要往这个耶路撒冷上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路程当中，就会在伯大尼这个地方来稍作休息。那刚刚提到了，各位知道，如果在家里面要接待客人，其实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各位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我们说耶稣有几个学生，知道吗？耶稣有12个学生，对不对？加耶稣13个。好，那我们再算一下，刚刚的那个家庭里面有谁？有这个马大，有玛利亚，还有他的弟弟叫做拉撒路，加一加，总共可能有16个人哦。然后跟耶稣在一起的可能不止12个人，他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要去到这个一起簇拥着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各位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这个家庭要接待超过10个以上的客人，你觉得那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不容易，对不对？好，我来荣光堂3年的时间，那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少办家庭礼拜，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很少办家庭礼拜。但是各位，只有我有办家庭礼拜的经验的话，各位知道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凡是办家庭礼拜，在家里面最忙碌的都是谁，知道吗？都是家里的主人啊，对不对？然后都要忙什么？哎呀，要准备点心啊，要准备饮料啦，卫生纸啊，哎呀，那所有的人都要来吃喝啊，那个厕所要扫干净啊，所有人都要来到家里面来用。你知道，一行人不要说太多，只要10个人挤在你家里面一起做礼拜的时候，哇，那个场景是相当的，这个主人都要叹气了，知道吗？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当你要做这个家庭礼拜的时候，哎呀，这一个家庭这一周哦，你看他这一周有炸鸡腿，这一周有鸡块，这一周有这个薯条，下一周换我家了，怎么可以输给他呢？所以下一个家庭知道会怎么样，知道吗？开始又紧张了哦，这个前一个家庭这么慎重，我这个现在换我家了，那我是不是会更这个准备的更多？所以各位知道，家庭礼拜变成不是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变什么知道吗？叫做食物竞赛。食物竞赛，知道什么叫食物竞赛吗？哎，这一周这个我家准备这样，哎，下一周哎换你家，哦，糟糕惨了，换我家了，换我要准备东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礼拜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是礼拜啊，在家里面做礼拜。结果后来不是了，后来变成什么？叫做食物竞赛。弟兄姐妹，最好的款待是什么？最好的接待不是你要去这个准备很多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你有没有预备好让上帝的话进到你的家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9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家庭里面忙的人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应该全家都会动起来的。3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9节，一起念来。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家里面正忙乱的时候啊，这么多人要吃喝，家里面这么多人要食用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他坐在耶稣的面前，坐在耶稣的脚前，他不动了，而且他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员。每一个人看到，心里面都会怪怪的。你不是应该要起来做一下吗？你不是应该要起来运动一下，应该要出来做一点事情？为什么你可以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动？马大的妹妹坐在耶稣的面前，马大在那边忙得要死，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一个事情说，哦，因为我们都常常知道故事的后面的结局都是说，啊，你看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他这个耶稣称赞他。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可以只有让一个人忙呢？这不是公平的，这也不是公义的。
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去看到一些小小的端倪，为什么耶稣反而去称赞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最真正可以接待真理的是什么？是你的爱。不是你要准备多少的东西，不是你要准备多少的点心，不是你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再开始叫做食物竞赛。所以知道为什么牧师都一直瘦不下来，知道吗？因为每一次去参加做礼拜，你又不能不吃，对不对？吃了下一家，哇，又准备得更好，又要吃，继续吃，继续吃，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要爱牧师好吗？要爱牧师的话，不要准备太多东西哈。爱牧师，请你要真的领受上帝的话在你家，不是只有准备饮料点心在你家，好吗？最盛情款待真理的东西是什么？是你对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爱上帝，在你家里做家庭礼拜的时候，你不是要准备很多的东西在你家，你要准备的事情是什么？我预备好我自己，我要领受上帝的话，我要请我的邻居，我要请我的同事，我要请我可以邀请得到的朋友来到我家，一起跟我来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用什么来款待真理？你用什么来接待真理进到你的家？希伯来书里面提到有一个事情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亚伯拉罕接待这个客旅，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接待客人、接待客旅是一件很慎重而且很正常的事情。接待应该是快乐的，但是这个接待的主人现在不快乐了。你爱主有多少，就能够认识神多少；你认识神多少，就能给人从你身上看到神的多少。所以很多人的服事叫做失焦了。各位知道失焦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失焦就是把服事的眼光从上帝的眼光，从耶稣身上换到变成，哎呀，我要符合人家的需要，我要符合人家的要求，我不能够得失，不能够让人家觉得我失礼了，我不能够让人家觉得我招待不周。我们从服事的那个动机，原来的动机，转变成要符合人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符合所有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如果今天你在小组里，如果你今天你在教会里，如果今天你在任何的地方，如果假设你在服事当中，或是你在做任何的服事上，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你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要，你做的再怎么好，还是会有人认为你不够好。但是你要先知道，你的服事的眼光不是要放在人的需要，而是要放在今天耶稣是不是喜欢我这样服事，今天耶稣有没有接纳我这样的服事，耶稣是不是喜悦我的服事。你爱主有多少，就认识神有多少。你认识神多少，人就能从你身上看到神有多少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加尔文这样说，他说，越爱上帝就会越爱人，越爱人你就会越爱上帝。所以爱人不是因为你要满足人的需要，是因为爱上帝，所以你要去爱人，而不是为了你要满足人的需要才叫做爱人。不是的，是要爱上帝的。爱上帝才是最早的需要优先的开始。我们来看一下40节的地方，马大已经忙到一个状况了。我们来看一下40节，一起来念一下40节，一起念来。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从这句话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端倪。如果照理说，今天在我家办家庭礼拜，在我家办家庭聚会，然后呢，我如果忙不过来，我看到我的妹妹在那里不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什么？我要过去我的妹妹旁边，告诉玛利亚说，玛利亚，请你来帮我一下。这个比较正常，对不对？但是你看，为什么马大去反而到耶稣的旁边去告诉耶稣说，主啊，我做这么多事情，你难道不在意吗？你是不是应该要吩咐我的姐妹来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在代表什么意思，知道吗？在代表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有一种方式在华语里面常常会讲的，就是叫做迁怒。听懂迁怒什么意思，知道吗？今天我心情不爽，我不高兴，然后我的小狗在旁边很无辜，但是我看到它我很不高兴，所以我踹个它2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迁怒。迁怒的意思是什么？今天老娘我不高兴，所以我今天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所以
为什么不高兴？耶稣你不要来就没事了嘛，耶稣你来了根本就有事了，所以就不要来，就我家里就不用有这些东西在繁忙，我就不要有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到后来服侍到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不要耶稣了，耶稣你不要做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来我就有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本来应该是快乐的服侍，结果现在变成是什么？叫做愁苦，然后烦扰，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搅乱你的心。以前我们有一个牧师这样说：基督徒要有三教，知道什么叫三教？知道吗？要有三个教，一个叫做不比较，一个叫不要计较，一个叫不要乱叫。知道那个意思吗？不比较、不计较、不乱叫。为什么？不比较，不要去比较人家说哦，你看他准备这么多，我准备这么少，或是我准备的比较多，你看他都没有准备，这个叫比较。然后计较是什么？计较是为什么我做的多，他做的少？为什么他那个位置比较好，我的位置比较差？那个叫计较。乱叫是什么？每一次服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我有在服侍那个牧师有没有看到我有在服侍？什么人你有没有看到我在服侍？不要乱叫。然后很苦的时候不要乱叫。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这样乱叫啊，也没有这样乱叫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比较，不要计较，也不要乱叫。当你这样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就开始不舒服了，让你开始觉得开始不舒服了。侍奉的关键不是在乎看得见的人的眼光，你要在乎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失焦了，失去了那个焦点，本来应该是要让上帝喜悦的，是要服侍众人的，然而我们变成了愁苦，变成愁烦，甚至变成了压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服侍到变成有这样的状况，而且开始迁怒哦？你看牧师，你干嘛办那么多活动呢？对不对？不要办活动就好啦，对不对？教会就可以省钱啦，教会就可以省很多的人力支出啊！不要做这些事情，多了之后变成什么？开始抱怨了。你看这个也不配合，那个也不配合，太多的抱怨会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千万不要让苦毒侵蚀自己的心，也不要让论断充满自己的心。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你看为什么他都不做啊？为什么都是我啊？为什么都是他？这个都在好的缺，为什么他都可以站在台上？为什么不是我？实际上的案例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其实我也憋了很久，大概15年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办法去了解当初的心，起初的心为什么会变成是那个样子。15年前我在台北卫理堂做协理牧师的时候，然后有一天这个姐妹会的主席跑来找我，然后姐妹会的主席跑来找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牧师，你们青少年这些年轻人身强体健，应该要派他们来帮忙打扫教会，不要都是我们这些姐妹们来打扫。听起来很合理啊，是啊，教会应该是大家的，应该大家一起来帮忙打扫，这是对的。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那还有一个前提哦，这些姐妹会的会友，他们是在前一个月，他们就到韩国去观摩韩国的教会。然后你知道韩国的教会，他们不是像我们在台湾很好，我们还可以请打扫的人来打扫，对不对？他们韩国的教会，我们去参观的那间的韩国的教会，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姐妹们大家联合起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来打扫教堂，来打扫教会，然后把它让得干干净净的，非常好。我们这样是服侍上帝，很好啊。然后这些台湾区的姐妹们，她们学到了这个功课，然后学到了之后，她们就把这一套要带回教会来了。带回教会里面的时候，开始发起了弟兄姐妹们不是姐妹会的会友们，我们要为教会来付出服侍，我们要为教会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爱上帝，所以我们要来服侍这个事情。好，结果开始服侍了1个月 ，OK 还好没事。第2个月开始就有人开始抱怨了，为什么都是我们姐妹会在打扫啊？为什么不是那个弟兄会打扫啊？为什么不是青少年打扫？为什么都是我们姐妹会在打扫？所以他们开始心里面不高兴了，然后看到那些年轻人从眼前飘来飘去，怎么可以这样？牧师，你要告诉一下你们的年轻人，叫他们来帮忙打扫，教会是大家的，要叫他们来帮忙打扫，不要都丢给我们姐妹。听起来很合理啊，可是
这不是你们当初你们就愿意要这样服侍吗？这不是你当初你们就跟上帝立了约说，我们要回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要把这个韩国人他们做的这个东西，我们带回来教会，我们要来服侍上帝。结果后来是什么？把大家都拖下水了，大家都一起来服侍，大家都一起来打扫。亲爱的弟兄姐妹，失焦了，失焦了。你的服侍变成是你要服侍别人，变成你的服侍变成众人的事情了。你本来是要服侍众人，但是你的事情现在变成是众人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爱心有没有失焦了呢？我曾经也看过另外一个教会，他们是这样，有一群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钟，他们就约好到教会里面来一起祷告，完了之后该打扫的打扫，该擦窗户的擦窗户，该擦桌椅的擦桌椅，打扫完5点之后一起唱诗祷告，然后就回家。隔天大家一起欢乐来这边做礼拜，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这个工作，没有人注意到说这一群老人家他们在打扫整理，都没有，他们也不会去夸口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然而每个礼拜大家都是很干干净净的，看到会堂干干净净的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服侍的初心在哪里？你原本的那个心意在哪里？当你的服侍变成是要人家看到我，人家有没有看到我，或者是我有没有成就感的时候，那个服侍已经失焦了。我们来看一下41节，耶稣怎么回答马大。4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0节，一起念来。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侍会不会变成让你失焦了，变成思虑烦扰？本来应该是高兴雀跃的事情，应该是很高兴的，让你变成思虑烦扰。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如果老师要来家里面做家庭访问的时候，我的老妈一定要做一件事情，3天前一定要把家里全部打扫干干净净，然后为的是什么？迎接等候老师来访问，就那么1个小时。访问完之后，老师离开，我的老妈也松了一口气啊，终于老师走了，我们又可以恢复原来的状况跟环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事是为了什么？你的服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的高兴喜欢，还是真的要服侍上帝？你的服事是每一天我都是这样做的，还是只是为了时间到了，礼拜天到了，所以我要来读经祷告，因为等一下有圣经考试，所以我要多读经。不是这个，你平常就要读经了，要不然你就考试的时候就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应该是高兴的，怎么会变成是一件苦难跟重担呢？不要担心自己表现的好不好，你的价值不是在别人的身上，你的价值不是别人的评断，你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爱我们，我们服侍耶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你变成是要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那就困扰了。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基督徒是基督之下，众人之上，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甘愿成为众人之下。所以基督徒我们在服侍的观念，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差，比别人糟糕，所以你要去服侍，没有。你知道刚刚讲到韩国人的教会，以前我曾经去观摩韩国人的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下大雪的天气，不是像我们现在很热，他们是下雪的天，我们现在是下雨天。下雨天的时候，你知道在车场那边指挥交通的是谁，知道吗？在车场里面指挥交通的是教会里的长老，是教会的长老带着雨衣，撑着雨伞，在外面穿着大衣，在那里指挥交通。你知道在台湾这个叫什么，知道吗？在台湾是反过来，在台湾是谁去做？是那个最小的去做，然后就是叫做什么？下人卡衰，下人走，听得懂意思吗？谁比较倒霉就谁去做吧。我们都喜欢那个叫做坐在台上干干净净的，我们都喜欢那个在台上可以发言的，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个流汗的，或是要在下雨天、下雪天去在那里服侍的人。所以当我们很羡慕人家韩国的教会，好兴旺的时候，要看看人家在做的是什么。为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在台湾不是，在台湾是那个谁，那个最不重要的那个谁去车场去照顾那个外面的车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心态是什么？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看到我很好，不是的。
是要让人看到基督很好，而不是人很好，不是你这个人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3章23节，这里提到什么？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是为了要做在主身上的。所以42节，耶稣称赞玛利亚什么？他说：“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的福分是什么？她在服事前，她会学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听得懂意思吗？服事前不要瞎忙，服事前请你先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努力啊，我很努力在服事，我很努力在工作，我很努力在做什么。但是你的方向对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方向不对，你再努力都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各位有看过那个棒球比赛有没有？1、2、3、4垒是这样跑的，对不对？曾经有过一次，有人在比赛棒球的时候，你知道跑错方向是什么吗？从4垒开始跑，4垒、3垒、2垒、1垒，哇，他打了全垒打，可是一样，你跑了这样是错误的，所以你一样没有得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得分是什么？1、2、3、4垒跑完，不是你跑错了方向。我好努力，我很努力跑啊，可是你方向是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眼目在上帝的眼中，还是在人的眼中？你的价值是被人肯定，还是上帝肯定你？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但是主知道，他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不要失焦了，把你的事工变成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你的事工，是你的基督。如果基督不是你最重要的，那么事工就不是成为你真正需要去做的事情。你的服事有可能会取代了耶稣基督。我曾经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这样说啊，多服事，多服事，上帝就会多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事是要得上帝，还是要得祝福而已？如果你的服事只要得祝福，你这个祝福完了就没有了。可是如果你得着上帝的话，上帝是祝福的主，无论你怎么做，上帝都祝福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得祝福而已，还是你要得那个给祝福的上帝？需要去思考清楚，我只要得这个祝福，还是我要得到祝福我的上帝？如果你能够得着祝福你的上帝，那才是真的，而不是只是要去得到那个祝福而已。我的侍奉不是我的重心，基督才是我的重心，唯有基督才是你服事的重心。所以几个事情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第一个，服事的重心是基督，不是你的表现。所以不是我们在台上表现我们自己，哇，好厉害，我很会服事，不是你的舞台，服事不是你的舞台，服事你跟上帝的美好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要很会你才能够上台服事，而是你愿意那颗心被上帝来使用。所以滕敬辉牧师这样说，他说，不管人看不看得见，都不马虎，那个才叫做真的服事。如果我要人家看见我才服事，那个就不是真的服事。不管人有没有看见，我都不马虎，那个才是真正的服事。而服事当中最宝贵的是，在服事里面我被上帝来调整跟改变了，那个才是最宝贵的。当服事的当中，我能够生命调整不再一样，我能够生命改变，那个才是从服事当中获得最宝贵的东西，而不是我获得了什么人家的肯定称赞，不是的，我得着了生命的调整跟改变，那才是真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是挑位置，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服事挑位置，挑什么位置？哪一个服事比较好？哪一个服事人家看得到？或是哪一个服事人家比较会注意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跟侍奉不是让你来挑位置的，在小的位置上面也能够在那里做大的服事。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有一个教父，有一个这个中古世纪的一个教父。他这样说，他说，我在嘈杂的厨房里面，但是我的心像在圣殿中敬拜上帝一样。但是有的人在圣殿中敬拜上帝，可是你的心在嘈杂的厨房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的心在哪里？第二个，服事的动力不是忙碌，服事的动力是祷告。所以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不是越忙碌越好，很多人都要教会里面好多活动，越忙碌越好，不是的。服事的动力是什么？是祷告，而不是忙碌，不是你忙整天，不是，是你要在服事之前要有祷告的时间，要安静的祷告。
所以穆安德烈这样说：每一次祷告，当先安静，想一想耶稣所能做的，想一想上帝能做的，还有想一想你在基督里你的地位是什么。今天不是我们在做上帝的事工，是让上帝工作，我们跟他一起来服侍。所以你花时间在上帝的里面，在上帝里面的时间不是浪费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我要学习读圣经、祷告，我要学习很多的这些的圣经知识，都不浪费，都是对的。包括你要去上成人主日学，包括你要去做很多的学习，这些都是对，都要花时间的。花时间在这些的学习上，花时间在这些的领受上，花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都要花时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是要花时间，而且是要深入的，不是只有获得很多知识，而是我的生命深度要够深的。不要只有是知识上的认识，而是我要遵守上帝的话，把我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人要认识上帝，不是只是要读经祷告而已，要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认识自己。所以华许这个牧师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不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请你不要服侍。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愿意在上帝面前跪下来祷告的人，不要去贸然的去服侍，要不然你会累死的。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的口水，很多的这些的责备，甚至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事情会临到你身上，甚至另外一种形态的极端就变成是让自己骄傲了，不再尊上帝为大，而是我很厉害，我很大。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在服事前先安静的祷告。第三个，服事的态度是上帝来透过我工作，所以不是我会做什么，是上帝透过我能够来使人得祝福得帮助。安静让上帝有机会为我们工作，并且等候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戴德生这样说：坦诚信靠上帝的人，上帝就在他里面，也在他生命里面成就诸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让上帝成就他的事在你的身上，让他能够成就事情在你的身上，不是只是让自己在参与服事，让上帝成就他的美意在你的身上。所以祷告不是叫上帝工作哈，千万不要误会，祷告不是叫上帝工作，祷告是我跟上帝一起同工。所以不是只是命令上帝工作啊，上帝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不是，是我们跟上帝一起同工的。你身边的人想认识上帝，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当了执事，或是因为你当了小组长，或是因为你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人家就好羡慕，不是，而是人家要看到基督在你身上生命的改变，耶稣在你身上有没有显出他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不是你因为什么样的位置，你有什么样的条件，所以人家才要喜欢来认识上帝。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如果你每一天很忙，当然包括忙在读经祷告，忙在聚会，忙在服事，如果你真的都很忙的时候，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太忙，忙到你没有办法享受天父的爱的时候，那么你真的就是太忙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你的心忙在这些地方，让你的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在你服事前安静自己在上帝面前，上帝帮助我，让我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你的心意，而不是只要合乎哪一个人或是哪一群人的心意，合乎上帝的心意就够了。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实在需要你格外的恩典。主啊，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会失焦，我们把服事当成重担，或甚至把服事当成我们的舞台。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这些的服事不是为了取悦别人，不是为了取悦许多的人，而是单单为了让你得着喜欢，让你得着喜悦。愿你帮助我们，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即使人不觉得我们所做的是重要的，即使人不觉得我们所做的是好的，然而主你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在众人的眼光当中，我们能够超越出来，看上帝怎样来看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接下来金句背诵，大家一起来攻读2遍。但是我们很
已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加福音10章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加福音10章42节。接下来的圣餐礼，今天的圣餐诗歌在心灵良诗第300首的与主合一的第1段。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以往在过去的惯例里面，卫理公会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但是7月份，因为刚开始我们稍解封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还是担心。当然到现在到今天，我们还是担心，所以请弟兄姐妹要耐心听完牧师等一下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做。因为我们还是在疫情的当中，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很放心的来使用圣餐，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执行这样的圣礼，因为这表示我们与基督的美好的连结。所以，当然，今天要用的方式，我们会跟过往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质疑，会询问说：“哎，这是应该的吗？这是正常的吗？”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质疑说：“哎，我们把圣餐带离开礼拜堂里面再来食用，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或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心里会有这样的存疑。牧师要先把这个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我们一样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会照样念这些的礼文，但是我们没有要在现场打开饼跟这个葡萄汁来喝。那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还是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折中了做了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让大家领了之后，我们用心里面来领受，先在心里面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然后我们把这个实体的饼跟杯，我们带着，当你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或者是你找到没有其他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个饼杯。这是有用意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有一体的这样的连结。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当纪念，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那当然有的人会质疑说，那这个带回家是不是可行？弟兄姐妹，如果你看重这是基督的身体与宝血，那么请你带回家，你应该是要马上使用的，而不是把它放到坏掉了，或者是放到忘记了。如果你看重这是基督的身体与宝血，那么应当是回家之前，或是回到家里面马上就要做的事情。你有很多东西回到家里面是马上就会做，你不会忘记的。但是如果你把耶稣的身体跟宝血忘记了，那表示你不在意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要先做这个澄清，就是我们回到家里面，不是要把它放在桌子上，不是要把它丢在一边，而是我很看重这是基督的身体。当然，如果你在自己的车上，或是你在没有其他人的地方，你就可以马上来使用，这也是可以的。前几天我碰到有一个姐妹，她这样说：他们全家去外面买便当之后，他们在车里面自己来食用这个便当。
所以一样在车上，他们可以吃便当，他们不是像其他人在店里面吃，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车里面吃。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变的。第二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你不是要帮你的家人带领圣餐，我们是在实体的领圣餐，但是在心里的领受。所以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不能拿到圣餐，实体的圣餐，但是请你在心里面，我们跟你一起领受圣餐。但是实体的圣餐还是以我们现场的现在的弟兄姐妹你拿到的为准。所以请你拿到之后，你千万不要说哦，因为我先生在家，我孩子在家，所以我帮他多拿一份。没有，我们没有帮人家拿的，没有帮人家多拿那一份，只有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领受你自己的那一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今天的经文是什么？玛利亚选择了她那一份上好的福分，是别人不能夺去的。所以就算你的家人他们也许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那请你不要帮他带领圣餐，你仍然是领了你自己的就够了。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当然我们不必要把它变成一个好像神职化，变成说好像哇，它就是这个好像一个多神圣的状态。其实它就是饼跟杯，一般的我们甚至是外面可以买得到的。但是重点是在纪念，这个纪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你是否纪念基督为你献上的身体与宝血？2000年前这样的东西在当时是他们的食物，是他们所吃的一般的面包跟他们的喝的葡萄汁，其实就是一般的食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实体没有多大的什么特别神奇的功用，只有心里领受的人，他才是真正对你有功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等一下要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你是从哪个地方哪个教会或是什么地方来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也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你都可以领受这个饼杯。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要领的时候，如果你已经预备好，我们就可以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然后等候发饼杯的人来为我们来发这个饼跟杯。不要自己拿，让发饼杯的人递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就拿着，然后等到我们所有的仪式全部结束的时候，离开会堂之后，你再来使用。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敬虔的态度，虽然有一些调整跟改变，但是这个小小的调整跟改变不损及我们对上帝敬虔的心。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下领受饼杯，也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认真的诚实的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请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诵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
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起来诵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我们和天使并天使上有动，圣名当赞美。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同诵监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现在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等一下我们领的时候，一样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等一下领的时候，我们的发送圣餐的同工会把圣餐饼杯一整套放在你的手上。当我们领了之后，我们就一样站在原来的位置上，我们再一起来神领圣餐，不是叫我们打开我们一样拿着，然后神领圣餐。让我们神领完之后，我们就把圣餐收在自己包包里面，或者是收在你可以放的地方。然后等你离开这个会堂，或是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或是你在车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打开来使用。我们现在要来预备领饼跟杯。请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预备好，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就请你恭敬地站立在上帝面前，来等候我们要领受的饼杯。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预备好了，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站立，然后由我们的圣餐同工会发送在你的身上。你只要拿手来伸手来领取就好，不要伸手在圣餐盘里面，让发送圣餐的同工可以把圣餐送在你的手上。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的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你拿到的时候，请你放在你的手心上，放在你的手心上，不要打开来，放在你的手心上。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都欢迎你能够来领这个饼杯。我们不会区分你是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教会，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圣体跟宝血。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是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已经拿到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这个饼杯。我们一起安静一段时间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弟兄姐妹，请坐。请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念，请。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的奉献回应诗歌也是在心灵良诗第300首第2段，与主合一。相罪我难一丝，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在天上的父，我们所奉献的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都是属于你的。我以正直的心，甘心乐意献上这奉献感恩，坚定我的心归向你，叫更多人领受你的爱，做你所喜悦的事，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视线同工。请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或不了解奉献意义，请安静的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身边。
会众请一同起立。凡我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接下来请大家坐下，嘿。接下来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请唱第2遍的时候，大家以拱手代替握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年进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请会众坐下。那接下来这个报告这个教会消息，那详细内容是在教会周报第3页。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教会将于本周主日后举办招待与实践训练。7月23号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举办音控及直播训练。欢迎相关同仁及有兴趣了解侍奉内容的弟兄姐妹参加。蔡牧师将于8月份开新旧约圣经总览课程。新旧约圣经总览是红本门徒的预备课程，欢迎预备上红本门徒课程和愿意复习新旧约概论的弟兄姐妹报名。课本费用是340元。向教会干事报名。那也请为今年升大学及升高中以及社会工作考试的弟兄姐妹代祷。那另外这个今日举行圣经会考部分，请这个教育执事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实体的聚会啊。那今天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就是圣经会考。大家手上都有这张学习单吗？有人没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麻烦后面同工帮我们补发一下。那有没有笔的？那个座位前面都有笔哦。如果没有，也请那个举个手，请那个帮忙发一下哈。那大家等一下会后呢，花个5分钟的时间把上面的题目还有答案写一下。那我们填写的方式很简单哦，你就从下面的答案选项，然后找出正确的答案，写在前面那个括号里面，只要写英文代号就好，不用写中文。那只要花个5分钟，应该不会很难哦。那这不是 open book， 这只是看大家对圣经话语的熟悉度。那有线上的会友呢，你们可以用那个，我已经把那个线上考题的网址 po 在荣光堂的总版上面，然后线上会友也可以参加。那等一下会后填完了之后，把这个学习单交给我，我在后面收单子就好了。然后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会众请起立，我们为3一颂。普天之下望我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碰到这个圣经测验不要有压力哈。我们平常心，它只是告诉我们对圣经了解知识有多少。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个圣经的测验了解自己，然后也知道自己需要增加的是什么。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我们在服事当中大得喜乐，我们能够在服事前有安静的时刻。祝福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讨主的喜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3一颂，阿们颂。会众请坐，请会众可以低头默祷，殿乐之后彼此问安交通。若有需要牧者祷告，请至台前等候。